第二章，我又舉目觀看，見一人拿着繩索。我說：你住哪裏去？他對我說：我要去耶路撒冷，看有多闊多長。與我說話天使去的時候，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來，對他說：你跑去告訴少年人說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無城牆的鄉村，因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耶和華說：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石城，卻要作其中的榮耀。耶和華說：我從前分散你們在天的四方，現在要從北方之地逃回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與巴比倫人同住的錫安民啊，應當逃脫。萬軍之耶和華說：在顯出榮耀之後，差為我去懲罰那擄掠你們的列邦，冇你們的，就是冇我眼中的瞳人。看啊，我要向他們掄手，他們就必作服侍他們之人的擄物。你們便知萬軍之耶和華差為了我了。錫安啊，應當歡樂唱歌，因為我來要住在你們中間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那時必有許多國歸屬耶和華作他的子民，他要住在你中間。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為了我到你那裏去了。耶和華必收回猶大他聖地的分，他必再揀選耶路撒冷。凡血氣的都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，因為他興起從聖所出來了。